俗语讲，这白鹭食笨蛋，生港食西施。即马当时这西施油大出的时阵，中华花坛大概有种30公顷的西施油。农民表示讲，这中华花坛的八卦山土正适合种这西施油，这食起来是甜又个幼丝。所以因为今年雨水有较高，影响到收成，产量大概是减2成左右。农民孙国远树仔顶一粒一粒的西施油，拢已经到分咯。即阵当时西施油大出的时阵，中华县花坛乡是乡内西施油种植面积上大乡镇，大约有20-30公顷。但是今年西施油开花期拄到雨水，煞后阁有风台来扰乱，影响产量。今年大部分甲吉类来讲的话，真侪农友拢有咧反映讲今年拢有减产，有当时是天气。尤其是今年的雨水特别高，唔是干那风台出来雨水尔，都风台进前后的雨水，咱无法度去掌控的这个当中啊，所以会造成着讲咱一寡农民会失收。江苏农业科表示，花坛洼八卦山这卡岛的土质正适合种西施油，果肉甜个幼丝，是全国上早种西施油的乡镇之一。乡内大部分拢是30-40年以上的老庄，但是今年雨水高，加上天气热，吹小风，影响收成，产量大约减2成左右。减2成左右啊，因为咱西施油爱当生港了，伊爱天气转寒，伊的甜度才会出来。今年迄当时有小风烤过，伊的甜度就较无，有的人就无旧年较甜安尼。因为咱花坛这边的地质啊，加个气候，种西施油开品质拢袂歹，所以讲伫咧阮花坛这个盐田这内底，遮种了真侪这个西施油，会使讲是讲全台湾有一个产销班。花坛公所表示，乡内西施油产销班一半以上农民拢有会啊，较无推广西施油的管道。乡公所逐年拢会伫省港前后举办西施油文化节活动，帮农民斗销，嘛希望互民众食到上潮时的西施油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